國際認證係企業品質與專業能力嘅重要證明，為協助中小企業增強市場競爭力，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持續推動企業考取國際認證，透過專業培訓與技術支援，助力企業接軌國際標準，開拓更廣闊嘅商機。日前，生產力中心舉行2025澳門企業國際管理認證嘉許典禮，向118家本地企業頒發嘉許獎，涉及206張國際認證證書。嘉許分為金獎、銀獎以及銅獎，涵蓋多個認證類別，彰顯澳門企業擁有與國際接軌嘅能力，同時表揚相關企業投入考取 ISO 國際管理標準認證所作出嘅努力。其實咧 ISO 標準入面度咧，亦都係對我哋一個企業嘅肯定啦，亦都可以令到成個行業嘅發展有個比較強嘅動力啦，可以增強到我哋嘅客戶啦，我哋嘅遊客啦、居民啦，係對於藥物控制或者係藥物質量上面度咧，會有嗰個信心提升。喺呢個過程入面度咧，其實生產力咧都提供咗好有價值啦，同埋有好實質嘅幫助俾我哋啦。例如佢會幫我哋提供一啲專業同埋一啲針對性建議，亦都幫我哋咧就點樣去了解 ISO 嘅標準啦。咁令到我哋嘅工作咧就行少啲歪路啦。咁所以我哋都好感謝生產力嘅輔助。ISO 22000對於我哋嚟講咧都比較重要嘅，我哋考取咗認證喺澳門都有6年之多啦。佢每一批次或者每一個月佢都要去幫我哋去做檢測嘅嗰啲貨品，咁佢又要去俾錢啦，我哋又要去俾錢啦。但係我哋考取咗呢一個認證之後咧，其實個客人嚟講係慳咗好多錢啦，因為佢哋唔需要再做重複我哋要做嘅嘢，即係去認證，佢直情係已經信咗我哋張證咯。咁我哋又覺得哇，澳門好大力支持喎，咁從而我哋就好快考咗呢個牌啦。然之後咧喺我哋去到做化驗嘅時候咧，亦都係佢哋有資助我哋嘅。生產力中心一直不遺餘力推動企業考取國際認證，協助推動澳門產業多元化。中心提供嘅服務包括資訊提供、技術支援、資助扶持以及提供培訓等。所以我哋都見到有啲企業同我哋分享，佢考取咗認證之後咧，可以有助佢內部管理嘅完善啦，同埋亦都有助咧佢去維持佢現有客戶啦，或者甚至尋找新嘅客戶咧，咁都會對佢哋有幫助嘅。我哋喺產業多元下邊，我哋有幾個我哋重點嘅產業，譬如話係旅遊會展啦，咁旅遊服務再加會展裏邊，咁ISO 管理標準上邊咧，就有一啲叫做可能係 ESG 方面嘅標準咧，係可以協助翻佢哋嘅，令到佢哋無論喺環保方面啦、社會方面啦，或者管治方面咧，可以銜接到國際標準啦。咁另外譬如話我哋喺大健康產業 ISO 有一啲標準咧，就係同一啲譬如話良好生產管理啦，又或者係甚至一啲保健食品嘅安全管理上面咧，都有啲標準可以參考。咁如果係一啲金融嘅行業啦，咁更加會有一啲咧係有關呢個可持續發展嘅管理標準咧，係可以利用嘅。咁科技企業嚟講咧，就係而家除咗介紹過 AI 嘅管理啦，咁亦都係一啲創新嘅管理，所以我哋都會睇到 ISO 管理標準係可以配合到咁啱喺澳門多元產業希望發展嘅產業裏邊咧，都可以應用到。未來生產力中心將繼續提供資源支持，協助企業提升技術與管理能力，喺區域合作以及數字經濟嘅浪潮之中搶佔先機。